台南有议员接到检举，讲台南北门供电棒下骹偷带废弃物，或者是违法变更地目来种电。若162个列管的违法掩埋场，强制执行45个，执行金额是52亿。不过实际上却干那收到3000多万，根本就是贴钱倒了。不过环保局是强调讲，会要求掩埋场负清理的责任，人民的税金未去当着。怪手伫咸水工作站的水利用地顶头一直咧挖，因为这个所在疑似向偷带输液废弃物。那伫遮北门的供电场下骹嘛有民代接到检举，讲有偷带废弃物。另外伫咸水个列管的地目，互人变更做种电的事情，民代就批评台南已经变作是独地城市。是我们列管了，为什么还可以变更特定目的事业用地，然后呢让它盖光电？因为底下是埋有毒的废弃物哦。道民代指出，台南目前列管的非法矿台场有162场，强制执行的有45场，以上执行的金额有52亿。不过实际收到的才3115万，政府恐惊是讨无赔，建议列管的非法矿台场拢要注明伫地主的土地成本顶悬。如果台南市政府要去开挖的话，要52亿，可是呢，我们只收了那个3000多万回来，这个比例对等是不对的。针对这站，环保局是赶紧澄清，讲非法矿台场所造成的清理费用，绝对未去当着民众的税金。要求污染行为人及地主来尽清理责任以外呢，我们也会要求废弃物的产生源负起连带责任。那这部分呢，不会动用民众的纳税钱，以符合公平正义原则。另外，环保局也强调，针对非法带路赛，无论是铺面也是带入土，拢会全力去查。一旦查到，拢会要求清除，而且考虑要撤照，也是要靠电池等方式，对因的不法所得大声来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